Savoring 嘅系統咧，幫到我哋咧可以將每一個回應咧 set 到一個 priority， 俾我哋嘅同事知道有邊一個 call 係比較緊急啲嘅。而作為一個管理人員咧，其實我哋亦都容易透過個中央系統知道邊一個同事咧係當其時係得手可以快得啲回應得到呢一個院友嘅。相比起過往咧，就係個同事咧要去到現場先知道個院友因乜事撳鐘啊，然之後可能再 call 咧，先至 call 得到我哋啲專業人員去幫佢做一啲可能護理上面嘅回應啊咁樣咧，咁時間上面咧其實就會慳咗，亦都快捷咗啦。經過我哋市場調查啦，我哋發現咧，其實香港嘅人口老化咧有個嚴重上升嘅趨勢啦，令到安老院舍嘅供應咧係供不應求嘅。咁加上佢哋而家招募困難啦，令到長者咧得唔到一個適切嘅照顧嘅。咁因此咧，我哋希望研發一個一站式嘅智能長者監護系統啦，令到去減少護理員嘅工作壓力啦，同時提升院舍嘅營運效率啦，從而提高高品質嘅服務質素。智護老咧整合咗3大嘅創新功能啦，包括快護通啦、護老警衛同埋護理儀嘅。咁透過整合呢3大嘅創新功能啦，去營造一個一站式嘅智能長者監護系統咧，去縮短長者嘅等候時間，同時亦都可以提升佢哋嘅安全，同時亦都可以減輕護理員嘅工作負擔，從而提升院舍嘅服務質素。我哋好榮幸咧，可以參與做一個嘅測試嘅平台啦，咁去嘗試嗰啲新嘅系統，讓我哋啲長者咧，其實都可以與時並進去用一啲嘅新嘅系統啦，咁樣。咁而呢個系統我哋又見到咧，其實就係有一啲 AI 嘅功能啦，可以幫手回覆咗啲院友啦，亦都可以讓院舍方面咧能夠去識別返邊個嘅院友嗰個嘅需要比較緊急啦，同埋讓我哋可以安排唔同嘅人手咧，去照顧唔同院友嘅需要啦。好方便，即係話一撳咗呢個掣咧，咁我啲工作人員咧都嚟。我想話唔該，我頭暈眼花，我想飲水啊。咁有陣時就冇呢個設施咧，就覺得哎呀，好似無助咁，唔係嘅，其實一樣咁好，但係而家呢個仲更加方便咯。我本身都要坐輪椅㗎嘛，有時咧要去啲咩廁所啊，都要叫姑娘啦。有呢啲咁嘅科技咧，唔需要啦，喺床叫啊，叫咗直接嘅姑娘嚟啊，方便好多咯。感覺係方便咗好多嘅，即係方便我哋啲護理人員咯。可以真係確實知道嗰個院友需求。誠意創科大挑戰團隊咧，其實定期咧都會同我哋團隊去會面啦，去跟進我哋嘅研發進度啦，亦都會透過我哋唔同階段研發嘅原型咧，去提供寶貴嘅意見，令到我哋可以知道我哋嘅不足啦，同埋嘅改進點。團隊咧亦都會咧主動幫我哋咧去聯繫一啲院舍啦，令到我哋可以更容易去接觸院舍，去進一步合作。咁透過今次呢個試驗計劃之後啦，我哋未來都會繼續去落地其他唔同嘅安老院舍啦，亦都會繼續同合作夥伴繼續去持續合作。咁希望令到更多嘅院舍可以受惠於我哋嘅系統。